抗水风台过后，菜价起价。台北农产运销公司讲，虽然菜市到货量平常是回升3成，但是因为要去真旺，配合计销每公斤达到51.2块。其中是花椰菜起上向是起41块。农粮署是讲会监控市场的状况，搁再增加冷藏的菜市到市场。台北永春红村市场拜六有未少人，针对抗日风台过后带动菜价起价，有打翻工。油菜类收价较贵点嘛，按过已经比过去几下摆风台起幅度少真济。比起来，菜价今天跟上次的有比较便宜一点。全台都风雨，怎么可能没有涨？一定涨的啊，只是说涨多涨少。还可以，对，还可以，我觉得还好。台北农产分销公司七日表示，菜市到货量回升，比菜增加超过3成，有878吨，按过甲10月中下旬比，每日平均1300吨，只恢复到75%，佮加上买起正旺，交易均价连起2天，批发价每公斤51块2，其中花椰菜起上济，大起41块，高丽菜起10块，白菜也起7块。另外，果子的供应量也增加将近3成，计销是起27%。今天的到货量会比较少的原因，第一个就是说，这次康瑞台风过境，可能对于蔬菜带来一些灾损；第二个就是，昨天因为风雨的关系，所以也有部分地区的农民他这个影响到采收。为维持平价菜市经营，台北农产运销公司甲大台北地区的233间超市合作，为初5开始一礼拜提供10种平价菜市。另外，农粮署也注意菜价波动，会加强释出库存冷藏的菜市。是做那个滚动仓储跟那个评价专机的部分，我们会来评估哦。那预计大概下个礼拜，如果这个有一些菜价上比较不稳定的时候，我们会来适当的来释出。农粮署表示，西部油菜类产区受灾较轻，按过部分未付采收。除了继续监控市况，也针对全台1000个量贩通路完成前置作业，看情形释出冷藏的菜市。记者综合报道。